状元大状元。哦，恭喜恭喜，哈哈，真好真好。啊，勇敢啊，智人勇啊，智人勇都有啊。过状元桥了。穿礼服呢。哦，坤道比较多，坤道好多，有2倍多。哦，天灵人，折磨天地，道观古今，状元桥，状元桥。那小爸爸去，不用跟我讲。来，等一下。好了，过时阵吼，我家己生命状元啊，北方大学状元陈德宏啊，但是这个帝王牌。来，给你报一个啊，来。哦，天贤大德，陈讲师恭喜恭喜。好厉害。咱搞遐要翕相的吼，会当大家翕相一下啊，稍微照相一下，虽然很热啦哈。哦，好棒，好优秀啊！两颗状元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，你看到这样？哈哈。张雅琪。哦，好棒，好优秀啊！啊，中央我无咱讲袂，江老师。状元江慧云。哦，好优秀，好优秀，好优秀。我靠，有声咧，好优秀啊！无咱老讲哦。讲较重要。哎，别老诶等啊。哎。